户外广告墙就是爱设置人潮车流聚集的重要路口，一旦红车顶，民众得当加减看到资讯。当然，除了商业的广告以外，面对这波疫情，在地企业嘛主动联络民进党部，希望利用家己公司的电视广告墙来播送小英总统伫脸书的防疫影片，甚至一份的社会企业来互相加油。对此，经过民进党市党部协助授权。目前台南至少10个所在涨价联合播出，为自己加油。感谢我们名人电视广告墙，我们台南在地的企业来发起响应我们总统信心喊话，在我们所有的台南的街头巷尾电视墙都来播放这个总统信心喊话的影片，让大家觉得总统跟我们是时时站在一起，然后有这个信心，而且时时注意来加强防疫。那其实很多台南企业不止名人电视广告墙，也都有陆续跟我们做联系，看可以为社会做什么。也有想去帮医护人员送便当加油的也有想去跟警察做鼓励的。那台南的在地的这些中小企业企业主，其实大家很团结，都想趁这个机会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什么。那在这边也很感谢大家，那也希望我们所有民众加强防疫，共体时间，携手度过难关。确实，这波严重疫情，侪企业主动出钱出力，透过防疫团结大家，除了希望用正面的鼓励取代批评，更希望大家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同时持续甲第一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但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